国际消息，咱来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，到这个月24就战要4年啊！伫咧这个关键的时刻，第3轮美国、罗西亚、乌克兰3方会谈，今仔日伫咧日内瓦举行。领土的主权有关是这一届的红线，而且罗西亚嘛明确表示，领土主权会是这一届会谈的重点，嘛引起众人的关注。 延续阿布达比的前2轮美罗会谈，第3轮美罗欧3方会谈，在78连2日伫瑞士日内瓦举行。美国代表同款是贵科夫甲川普竞赛库什纳，乌方派出的是国家安全甲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洛夫等官员。另外，罗西亚克林姆宫中心任命前文化部长梅金斯基作为首席谈判代表，俄国军事情报局局长也来出席。虽然俄乌双方伫乌东顿巴斯领土有完存在 真大无同意见，也毋过这场3方闭门会谈展开进前，美国总统川普就已经大声话，爱乌克兰先甲俄方两早达成协议。Ukraine better come to the table fast. That's all I'm telling you. We are in a position. We want them to come. 克林姆林宫是透过发言人表示，这摆会谈会讲到真有敏感性的领土问题，这也是俄乌头一摆伫双方会谈中所确定的定价议题。过去罗西亚一直要求乌克兰割让乌东顿内茨克州20%，啊未互俄军占领的土地，基辅也一直认为这未属导航，拒绝接受。 На этот раз имеется в виду обсуждать более широкий спектр вопросов, включая, собственно, главные вопросы, которые касаются и территорий.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来也表示，双方拢已经要坐上谈判桌啊，也是有情报显示，罗西亚当准备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新一波大规模攻击。不过，根据法新社对战争研究所数据的分析。 顶礼拜，乌克兰利用俄军承认网络捌中断的机会，收复202平方公里的土地，等于拆掉俄军规个12月战局。随罗西亚全面入侵乌克兰，特别进入第4年，美国战略甲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相信报告也指出，双方的军事伤亡可能伫2026年春季突破200万人。这场自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，欧洲上大规模的战争都会出现外交突破，那么 将无法度避免陷入一场长期的消耗战。公司新闻安如梅编译。